姐，周姐，哎，不是，放下放下。找我有事啊？哎，走。周姐啊，哎，你媳妇儿该回来了吧？快了吧？不就写篇文章吗？跟她说别太认真。大热天的，燕子冬至在院里放哪儿？甭管她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爸，嗯，我同您讲件事情啊。啥事儿？看你这孩子，有事儿就说嘛。我们厂里边有一个苏州分厂，厂里让我去那里工作，让你去苏州分厂了？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们。怎么会离开呢？这个什么叫分厂，什么叫总厂，这个你得搞明白啊。这个分厂啊，是需要总厂技术上支持的。这厂里派你去，一定是要让你技术上支持他们一下。那如果我去了之后，就不能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那怎么可能？没说让你去多长时间吗？没讲，那什么时候去啊？说是过几天就走。那你去问问厂里，看你去多长时间，啊，可得好好干啊，一定要体现出总厂工人的水平。爸，你们吃过饭了吗？啊，吃过了。你在单位吃了？啊，吃了。那就快洗洗，凉快凉快啊。哎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。你们俩就知道贪玩，这么晚才回来。跟你说件事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到那边去讲吧。哎，你等会儿我啊。小姐，哎，什么话呀？要走这么远说？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。嗯。老子驻小发的同志，主任通知了我，让我5天之后就到那边去报道，人事关系也全都抓过去了，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。他是因为我的事吗？你跟爸说了吗？没敢同他讲，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，以为我过去帮忙，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。都是我连累了你。对不起。我不想走。
下离开上海，我也不想离开你。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结果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刘师傅，正好，一会儿主任要是来了，你跟他说一下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主任，小苏，是你啊？主任，听说车间不要邹杰了。怎么是我们不要他了？你要他，为什么要把他发到苏州分厂了？这个你还好意思来问我呀？啊，还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使我损失了1员大将啊！我明确的告诉你，都是你害了邹杰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起来，你起来呀你！主任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对邹杰特别好，我求求你，你去厂里替邹杰说说情，让他留在上海吧。你们要处罚，你们可以处罚我呀，是我的错，我心甘情愿受罚，你们把我调到哪儿去都行。主任，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。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，我只能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先起来，坐到那儿好好说话，行不？你要是不答应邹杰能留在上海，我就不起来。哎呀，你13点啊！邹杰是我发苏州的，我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我不是，你先起来再说。起来。我知道你不能决定，但是我求求你，你去跟上级领导说一说，我可以替换邹杰去的，我有业务能力。我在技术比赛上还得过亚军呢。哎，行，你先起来，别这么跪着说话，是吧？这么跪着说话，你让外边人看着还不中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哎呀，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？我一个小车间主任，那说话能算数吗？我，来，起来，听话，你起来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孩子你，行，那你跪着吧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好吧，一会儿啊，我再去找厂领导，说说看能不能把邹杰留下来，好吧？但是我可不敢保证管不管用啊，我只能再以车间的意思，去表表我们的态度，好了吧？我可以替换邹杰的。行，你替换的事情我一并反映。主任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好好跟厂里说，你是我们俩唯一的希望。好了。我都答应你了，赶快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谢主任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
那我什么时候过来听信儿啊？明天吧。明天？我今天下午来行吗？哎呀，你今天下午来管什么用啊？你要急了，这事我不管了。那就明天。主任，这事儿你一定要管。谢谢你，回去了。谢谢。哎呦！师傅，怎么还在上班啊？你被调到苏州了吗？我要过些天才去。哦，那还不趁这2天去逛逛淮海路、南京路、外滩什么的，留点上海记忆呀？你乱讲什么呀？我本来就是上海人，这些记忆我永远都忘不掉。哎，这不是李主任吗？老邹啊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找你呢。找我啊？有事儿啊？有点小事儿。哎，那走到家里说吧。走。嘿嘿。我真跟厂领导按邹杰媳妇儿的话说了，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哎，爸，跟我走，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呀？跟我走。爸，我这上班呢，我这上什么班？跟我走。小柴，哎你看见邹杰了吗？哦，邹杰有事出去了。他有什么事啊？哦，那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再给我来2个发糕。哎，谢谢啊。给。小赵，哎，你师傅怎么没来吃饭呀？哦，他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他没跟你说他有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邹杰，你车怎么不在外面啊？中午大家说你出去了，你去哪儿了？
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坐下。我就不绕弯子了，小芝啊。啊。咱们现在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什么事儿啊？小芝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装？妈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你今天必须把所有的情况跟我们说清楚。今天上午，你们车间主任到家里来了。你们主任跟我说了你们俩现在在厂里的处境。你们俩是真够胆大的啊！外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回到家里跟没事人一样，真把我们不往眼里放啊，把我蒙在鼓里。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明天你们俩去到办事处把婚离了，把离婚证拿回来。车间主任到家里来找我爸。难道说你是因为身份的问题下放到市场工作？说我也不是调到分厂去做技术帮助，而是彻底从上海调到苏州去工作。离了婚，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永远都是我的爱人。怎么可能呢？有了离婚证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。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。老师，我永远都爱你，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。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，永远都是。苏芝，邹杰，是我。为什么要离婚？感情破裂。是这样吧？是。需要我调解吗？不用调解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半个月后过来拿证。同志。为什么今天拿不了证啊？今天不发。为什么呀？为了防止冲动离婚呢。那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来闹离婚的，结果闹完了之后不过来取离婚证来了。这半个月后你们也可以不用过来拿离婚证，半个月你们也就冷静了，这离婚证也就不需要了，你们的结婚证继续有效。看看，我们挽救了多少对家庭啊！但是同志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，我们真的有用的。你有用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就不过，谁怕谁呀？我们离婚，离，没谁不过。同志，我们离婚。来办离婚字。那你们的结婚证和户口本？没结婚证。你没结婚证，我怎么给你办理离婚证呢？我们是解放前结的婚，那就没证。对呀，没有结婚证。那你们有没有办过其他的手续证明你们结过婚？什么手续都没办过。什么证没有，你就得办离婚吧。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你们就没有结过婚，还办什么离婚证啊？啊，不叫结婚。啥？这
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行了，都老夫老妻的，回去好好想想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书。离。那我再跟您说明白一点，如果您真要办理离婚证的话，那您先到隔壁办一张结婚证，您再到我这儿来办理离婚证，您看行吗？办结婚证，谁要跟他结婚啊？哎，你回来，你。同志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？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啊！我说同志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最多给你提前5天，你10天后过来拿证吧。同志，怎么办啊？你别急。同志，怎么还没走啊？同志，麻烦你今天帮我们把离婚证给办了吧。我看你们俩也不像感情破裂的，我敢打赌，你们肯定不会过来取离婚证的。我们这也是一种调解方式。不是，同志，我们俩情况特殊，我们要离婚证是有急用的。离婚证有什么急用啊？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们2口子是修船厂的工人，因为刚查出来我父亲是资本家，我爱人受了我的牵连，马上要发到苏州去工作。我们只有离了婚，才能表示我们俩已经划清了界限。他要拿离婚证到厂里，只要有了离婚证，他就能有一线的希望留在上海。所以，离婚证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今天一定要帮我们办了，行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姑娘，这话以后可不能再说了，说不定要出大事。这离婚证我先给你们办了，等你们把事情解决好了之后，你再过来办理复婚手续，你看行吗？这个我带走了。爸，妈，我收拾好了，我这就回去了。芝啊，要不我赶紧做饭，吃了饭再走。我不吃了，我现在就走。爸妈，你们别送了。周玲啊，你送小芝回去啊。我走了。
我走了，燕子，照顾好妹妹。嗯。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知道。哥和嫂子怎么了？他俩好像都哭了。其实啊，小芝这姑娘不错，他们主任也很喜欢她，说她是个好姑娘。主任还说呀，昨天他为了邹杰跪着求她，说他愿意替邹杰去苏州。挺可惜的。小芝也是，把自己的出身藏得这么深。他还真不清楚他自己的出身，都怪他那个13点的妈。不上去了。家里妈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讲。你走吧。照顾好你自己啊。芝，你搬回来住了。
为什么搬回来？跟邹杰闹矛盾了。我离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离婚了。你跟邹杰离婚了？我还能跟谁离婚？为什么？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为什么想他姐？我以为这连累了你，想不到邹姐也嫌弃我。跟你沾上边的人，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邹姐真的嫌弃我了。我要是不跟他离婚，他就要嫁不上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厂里决定下来了，我留下了。真的？车间主任亲自跟我爸说的，我也去厂部落实过了。大哥太好了，这颗心也放下了。我这几天我一直担心的睡不好，我一直都提心吊胆的，现在终于放心了。看来这离婚证真的起作用了。过了这一战，就举办复婚。哎，你跟邹杰离婚，是他提出来的吧？你们两个人划清界限，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？哎呀，你们两个人离婚，到底是谁提出来的？
你们注意看师傅焊点的选择，这是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出来的。你们要多向师傅请教。行，停下来！我都跟你讲了多少遍了，要屏住一口气，手不能抖，要不然怎么能焊成一条直线呢？我现在凭什么听你的呀？凭我是你师傅啊！已经不是我师傅了。厂里把你调到苏州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是我师傅了。好，就算我现在不是你的师傅，那你活该成这样。我讲两句怎么了？你现在没资格说我。老丫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，就是看不惯你在这指手画脚的。是的，兄弟啊，是的，他的主意有点准过。小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活，他多嘴。他是对的，他当过你师傅，说你两句。师傅说两句还不行？谁说都可以，就他不行。脾气很大，哎，也不是什么师傅了。哎，小赵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喝水。看什么看？干活！干活吧，干活吧。站住！小赵，你什么意思你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？你可以直说。对你没什么意见。你现在对我这又只有意见。我对你真不敢有意见。站住！把话讲清楚。邹杰，你是知道我的身份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车间主任的侄女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要是没有这层关系啊，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。通过这层关系，我才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到哪儿去。我怎么了？苏芝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，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给你求情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。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？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，竟然跟他离婚！哎呀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，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，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，我瞧不起你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？谁？陈老师，
李晨乔老师，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？是呀，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。